覺得非常之唔啱。嗱，大家都知道社民連一路都係本住濟弱扶傾、義無反顧嘅精神啊！不論喺議會裏邊，大家仲記得我哋爭取福利嘅時候，爭取生果金升到1000蚊嘅時候，毓民喺議會裏邊不惜掟蕉要用一啲比較激烈少少嘅行為去爭取，去達到呢個目標。喺議會外，我哋都希望就係譬如同根社或者其他嘅弱勢團體都可以繼續嘅充分嘅合作。希望嚟緊，因為我哋都最緊要成日都記住一樣嘢，就係個精神最緊要就係所有嘅嘢就係要訴諸於民。即係所以希望透過譬如阿蒂姐同埋阿薇姐你哋兩位嘅領導底下，可以由同根社帶出好多嘅議題。咁我哋希望喺議會裏邊同埋議會外都用唔同嘅渠道或者唔同嘅手法，可以繼續去爭取。包括頭先我講嘅7年，點解依家所有嘅